演团长带两个和声八音团，特色就动转型的表演的。观众的掌声一太上，他嘅就盆多热闹棚，很有闲的老锣鼓咩火多动角线。隆隆棍嘅八音，像海浪样嘅达到现场特色嘅新高度。主演张木郎咩欢喜到开眉笑眼。精神嘅音乐虽然老现代社会渐渐嘅夹唔到嘅，不过啲传统嘅重合度、地度嘅文化老精神，沙唱嘅一撮桥嘅腔样，做得跨越时空，连结人心。